经拜寿来了，看看有请。是。老爷吩咐，有请各位小姐过夜。辛苦了岳父岳母啊！家真是骄子岳
芳不愧是相国儿的呀！是啊，这两对小夫妻真讨人喜欢。哎呀，母亲，母好啦亲，扬州的花园树顶富裕大又漂亮，我是到我家来养老。对对对，一定要到我家来。哎呀要哎不张旭是同张子领情儿老到我家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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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家来。好了好了，不要争了，只要等我告老还乡之后再做打算。大家先到花厅用茶去吧。母亲，母亲，你再喜欢我，你要是不到我家来，女儿不依。我真把你给宠坏了。母亲。老爷，是个女儿好小心，更难得姑与是儿亲。当前花开雨多，可惜是一女三才离我是个亲女儿，对了，老爷，三小姐、三姑爷拜寿来了，带来什么寿礼？一双空手。这个林家的野丫头嫁了个穷书生流落天涯，她来做甚？哦，夫人，既来拜寿，可谓自理呀。吩咐他们进来。是，三小姐、三姑爷，老爷叫你们进来。官人请。娘子请。有木弟弟母亲在上，女儿小婿塔里塔里拜拜佛佛谁拜拜？言希女儿快快起来。罢了，罢了。谢弟弟母亲。三小姐，彩玉。你们两人从哪里而来？这一厢佳境，可好啊？岳父岳母啊！相携夫，两手清风一身轻。梦岳父，前夜晨昏配千金。数年来，草堂随后乱今宵。娘子她珍惜此我多时分，看去水，富靠名落，身塞为空不配。立志报国一片心。是娘子却自率来谁祈祷？因此上为谁道不蒙恩？强言难为你们了。拜寿拜寿，一上
来你们夫妻空腹而饮，还为朕用餐，不妨事。不用死了，彩云，夫人，你陪他们到厨房吃饭去。夫人，这可是要开宴了，让三小姐、三姑爷一道吃吧。都在。好吧，娘子娘好菜好饭款待。是。三小姐、三姑爷，随我来。官人。夫人，因我不让他们一同赴宴。哎呀，他们上不了台吧？你来呀，只要开宴。是，只要开宴。哎，老爷。
父孝敬，娘亲见着一个应，儿媳不是外来人，你看他为啥不非同所三姑爷，彩玉，来，哎，你看这诗本上说：“洛阳太庙永生不尽，回也不见其乐。”你分在这里，我可听不懂。彩玉，来。哎，是说深圳弟子名叫叶伟，此地破房子用着破篮子，今上我独子，可他有所可图，照样十分的快乐。我这里有你彩玉照顾，胜过叶伟。十倍哟，十倍哟，姑爷真好。咦，这双睡衣已经做好了。彩玉，你来看，这是我为母亲补设的花样。哎，你看，哎呀，小香水真好看。喏，这里好看。哎呀，哎呀，怎么那么快来？真好看。哎呀，快来！雅丽，什么事？去看看这个穷姑爷长得什么样子。去看看，去。哎呦，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姑爷不像下雨对啊！我说些什么？我说什么？你管不着。你们把三姑爷当什么样人看待？姑爷没见得多啦。哎，春兰，你的姑爷是什么样人啊？我的姑爷堂堂尚书公子状元宗子。我的姑爷介绍宰相圣旨，行在在之。我的姑爷也是介绍宰相圣旨，江南名士。我的姑爷养在水府，育在御史，结本看马脑，胆相撇长烧，山中海味吃不了，拿去喂狗喂猫啊！我们三姑爷可不像那种虚华正头一包草。三姑爷一文好，国气好，心肠好，事来运转，比中上元。他做状元，你不让我上眼睛，你滚当督嘛就当督。你看中这个狡猾状元，就他做小老婆好了啊！你滚蛋子！气死我了！雅丽，雅丽，我可儿子把你宠坏了，时时出言事理，私隐满满，也太满于规矩了。
委屈了。不，三小姐，是你们受委屈了。不，你们还是委屈吧。彩云，彩云，彩云让你受了气，何里劝我把家离？不怪小婢心思里多虑只怕上是非。可曾听到门外婢女吵架？婢女吵架与我何关啊？吵架本为吵小你，岂为了彩云要被阿弟？娘子啊，大神不及小神姑，荷花出水遇高低，夸我不足惜，骂我不生气，眼前爱子红姑子，何必彼此一别是非？官人啊，婢谁可不彩礼？成都看场要受气，三郎君不为天涯风霜苦，真不想起早穿身凡离我的好娘子啊！官人。并非我几生要家少自欺，绝不愿谁人也想把头低。多则为居阳所长养几人，他恨那年送老者把君迷，我本想随堂面写字见机，谁知他童子内心出荆棘，老岳父惧怕年送死高老，有的心难保不随虎狼侵，悲生才是不相罪。只希望得与众两相为家。
娘子。哎，夫人，夫人。三春，叫我出来。儿媳妇也来了，请里面坐。里面一股穷酸气，我不愿意进去。对，上等之人不进下等之房。那么有什么事？我来问你，我的贴身丫头，你为什么骂她？为什么当她？老虎队长邵阳真正岂有此理！哼！俺个也要管自身呢，谁管欺负小丫脸？禀赋丫头不低些，官府进了白小言。看你一生穷酸气，为什么小鸡家子黑成恩心？对，哈哈，杨水顶百万，侍女娇贵，身体些，谁管起来得人，人困手帮来比比，金少对你还客气。我看你夫妻不仁，不还分清。儿媳妇都来娘家做客，闻到你理想的，岂能以父吃兵，说话不讲道理？谁不讲理？谁不讲理谁？慢，娘子，这种人不可理喻，何必催他？滚！啥？马玉这么便当，我们进去。对，进去。慢！你们一生紫光宝气，竟不知放纵穷酸之气，何必进来？气死我了！告诉我进去。哎呦呦呦！对，告诉丈母娘。哎呦，哎呀，娘子，夫人。你手捧何法？为爹爹母亲补助的手下聊表诚心。哎呀，母亲，这种儿子在我们丁府只配接下等人穿用。拿下去拆门，至于门公夫妇。是。三成，本你们夫妻穷途落魄，好心收留妇女，你尽管得罪贵客，还不当面赔礼？母亲，婢女吵架原是儿媳妇多，还望母亲吩咐参与别子。哎呀，母亲，分明因你偏心出轨，实不为礼，小事告知。叶氏手下与我作主。先生，你敢与我出轨？女儿没有。你敢与我偏心？女儿不过上不赔礼，别为不孝，谁想留在府中？
朽木啊！我父亲一片诚心做交代，多罪不有之恩来防卫，一桃子不儿不教并不惨，并不想登门上来上门恩来，三称他祖啊爷爷李和爷尽孝礼，百撇不用有木啊菜，弹灯结果又不灭，苏心别离开。却败在银子与他，真我与我丧了。官人，你看可好？我不争。娘子，你好不糊涂！用武大人作祟不孝之人，你怎管违抗母命，将其宁了？官人，至于娘子，
我们还是回南京去吧。三姑爷，三小姐，是谁？我还苦了你们彩玉，书信一封，请教岳父。是。娘子，我们还是回去吧。妈，免得旁生议论，随我去走别门。
闻怕香。他是不好了，杨继人为今上本最当朝，他今想扳倒聂松，不怕引火死身烧。那聂松仗枪作势把众心了，引得那万岁大怒气冲霄。大马继承皇奏本，当定那文下铁牢。别想咬牙横着滚，当地进犯命难保。两班人物谁管报？吓得我目瞪口呆，心头焦。怕着怕万黑难灭，风不歇。早知里我娘子情重，人间老爷，这说是好啊！不是，杨州家里有件事，有些委屈了。小事告辞了。下去养道中。岳父是与年相交好，也不会如此之烈。哎呀，岳父你太没有远见了。走吧。儿啊，弟弟不巧儿啊！快走吧。弟弟母亲，大姐夫，母亲，你们快走！岳父家有难，我们怎能一走了之？哎呀，你弟弟此时竞争，上跌到佛条之下，岂有完卵？哎呀，你们还是快走吧。弟弟，我们也走。岳父，岳父，你们快回去吧。去吧。岳父，快走，快走吧。母亲儿啊，母亲，弟弟，快回去吧。母亲，母亲。哎呀，老爷呀！当在万事乐融融，顷刻之间一场空。女儿哥哥离娘走，大难到来关系呀多。哎呀，老爷。
成女，可愿还有这一路。这个不孝之人，尽管典章于我，被我关起了。你老爷，老爷，老爷，这是三姑爷留下的死信。哦，这是他妈我。不，你不要小看银龙，他说他神不上户，无必上阵。他劝我按住继承之节，可是竟来不及了啊！哎呀！杨继康见驾，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杨继生诬告年送丞相，财大弥天，本当就着见旨。念杨靖康明日忠于谨慎，从宽发落，接着其昔之为民，草木家产，作出进度。就是父神，父神，老爷，老爷。夫人，如今这正想你我两条老命，也无所有了。老爷，我们只好到扬州对抗女儿女婿了。这是路途遥远，是我去的。老爷，父神，妇女彩云，神梦受累实在，如今老爷遇难，彩云理当照应，生死相随。岳父岳母到扬州来了。你的母亲来了，你在哪里？我到房师傅，他师傅到南京去了，我在厅堂门口一站。见他基本上岳父岳母，我弟弟母亲什么打扮？穿着员外衣裳，上下一身新。看来我弟弟没有分财，乃是高老还乡。唉，你为什么不请我弟弟母亲回府？夫人没有答应我，怎么管？你真笨！哎，但是我母亲便有30万私房银子30万，30万银子不能让大姐独吞。雅莲，快吩咐陪轿到上师傅去。是啊！
夫人，你要做什么去？接弟弟母亲到我们丁府来。哟，二妹到哪里去呀？大媳妇，你从哪里而来？我从南京刚回来，你回到家？没遇到家。你没遇到家，那我到哪里去？暂时不告诉你。大媳妇，大媳妇，二妹夫，大媳妇，请坐。请。二妹夫，愚兄举官南京，得知念想行守江南，他要把杨继人的情谊一一查分。那你我两家会不会出事情？因喜愚兄当统官阶，得知念想光寿儿子，你我实能孝敬念想万两银子，便可白索你父。也可以通人，这个血本出的话。好，这封百人义父的尸体，我马上与你对比。大媳妇一肚子墨水，拜托拜托，你我一同到书房去。好，请。老爷夫人最好。弟弟母亲请上座，女儿塔里传备。女儿好小心，一旁坐下。谢弟弟母亲。来呀，你见老爷老夫人准备香堂模样，更换绫罗衣裳。是。你是见老爷老夫人虽身我法，熏香叠壁。是。吩咐叮当一儿，吩咐脂肪烹调3只黑飞，叫老爷夫人在荷花厅设下酒宴。是。好女儿，不必铺张了。是啊，亲生父母不用客气。哎呀，老爷夫人，二小姐想念两位老人家，哭得来眼泪哒哒滴。哎呀，这罪过啊！弟弟母亲
爷，快吩咐家丁到上师府，把老爷夫人的香炉及银礼包裹统统的搬到这里来。是。妈，弟弟，还有什么吩咐？儿啊，为父是今一无所有，还哪里来的佛界香笼哦？此话怎讲？素日在小心为国成梦幻，可悲我一朝病儿坐他谈。你所负世界波尘翻倍，恨也送却斩中了称凶残，谁说我留得老命免一死？只落得长征为民，草木家产独身旁。小彩云长衣陪伴同饮酒，爹妹情谁生世间就一山，到扬州两手空空，空诉也老年谁受尽风霜历尽难。女儿呀，上师傅想问你大吉来连连，远方他为儿老山下新衣裳，不枉我平常对你最宠爱，到你家城东望说暖心味，上头啊为娘你常日香，母女相依不孤单。昂贵我是本转头呀嫁给，不分情欲找麻烦，姐妹原来与无功。真关心他做啥官多分担，禀老爷夫人，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滚滚！上堂因我发怒啊！这般奸臣不听使唤，真叫人生气啊！你们先说说，我去谁来？老爷、夫人，你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什么？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心话，脸色都变了。哦，彩云，
你和小姐从小就是一位儿可，一位儿小弟。夫人，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后头，我就请大小姐来这这赏你。慢，雅丽，你要做什么？当初你这件人仗着老夫人宠用于你，打我一巴掌，我生气腾身，只见你东家杀死了。这一巴掌嘛，呵呵，我要当我。雅丽，你滚！为什么不管？啊！翠玉，翠玉，老爷，翠玉爱当师兄，只怕这里你们治不得了，我去请大小姐来接你们回去。翠玉，夫人，快来翠玉，言之有理呀。老爷，丫头不好，与小姐有什么相干？儿啊，为父腹中饥饿，蒙你在荷花厅设宴，快带为父赴宴去吧。哎呀，弟弟，此事不巧了。真是不巧。你女先生今天要了扬州总理的府上举过，在荷花厅请客去。那也无妨，不在荷花厅，可另外设宴呐。是啊，上到自己的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可以用算的嘛。哎呀，母亲说得对，自己的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可以。雅丽，带老爷老夫人到子房去吃饭。两位老人家一定误会了，随我到子房吃饭。你，夫人，女儿这样小心，我倒要尝尝这个味道。走。我个女儿为什么偏要我一身承担？二妹，他起来了，弟弟母亲你到子房吃饭去了。什么？到子房去吃饭？你老爷夫人母亲人才人伴也不想，一阵心痛就乱麻，千般念万般愁，重阳日女也得怕，他把爹娘当做一代老笑话，皇天有眼来当他。我把上刀切人马，不愿为母很表扬。他与我对对认错来回想，要不做君你父你到官阳。二妹，回家，回家。也告诉你，你是干
了一张上子到关呀，14里上门来敲杀，天大官司我不怕。天哪！弟弟母亲，随女儿回去吧。不许走！官生，好大的胆子！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怎管收留他们？官生，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啊！谁家送父？你可以听他出家送父，你休得听我，不要理他们。官生，快回去，快回去！
杨继成谁恶谁黄谁白，他才是奸人没有好下场。你父亲想着为民分有谁，我则是虽然与他遭殃，可知我要百年香，做你父啊，到来遭飞黄腾他为东乡啊。允许回家去土择良，送他们作为破断在他乡。好，我也承认了，也是圣旨，你尽了。好，娘子不用为家去打，二妹借我也用。雅莲，请我弟弟母亲区区100两银子回将2套衣服。什么衣服？我大姐夫家里接什么新衣服，我丁夫也接什么新衣服。是不用了，夫人，把衣服脱下来。弟弟母亲，弟弟母亲，弟弟母亲，这叫女儿死后啊！弟弟，儿啊，这等不分忠奸、甚至作恶的东西，为父我一点也不要。谁管我要骂人，不要理他们。是。天父接人之路，他日定能相见。儿啊，把回去吧。
儿啊，为父不在家中，可有客人到来？弟弟用兵啊，说声外风雨呀水，家丁禀报他来的，孩儿忙到大门去，孩子见一对老人爱面随。一不惧，浑身杀口与领头，相闻之语彩云雨，原来是岳父岳母当罪。估算是他会讲的是什么？要不开离上来，声声王八富贵去，花海风骨多仙巧，小心轻水成醉。昔日为民本不在，为什么草家产结没水？再可恨要不大洋在找女婿，一个个人在做我不知虚。先生，你们先看看这封书信，这是大金送女子的书信。为的是神州做父一句话，温煦反目结冤罪。他娘的又不悄悄出门去，我想自身怎能虑？弟弟，他是你要亲家同参与，我今年最为红运。大胆！跪下！跪下！最好，好，好。哟，老头子啊，侬与普渡山回来子？回来了。咦，你们两个跪在这里做啥？母亲，弟弟为儿孙女有父有母，大发雷霆。啊母亲，弟弟要将有父有母出府门。请不要老头子，不要紧，不要紧，与我哎呀，夫人啊，做啥？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啊！啥个大事体啦！你起来，起来，与我起。喜得亲家远道而来，本王快去请亲家公、亲家母出来，喝杯团圆酒。是大胆！哦哟，老头子啊，侬做啥吓我一跳啦？哎呀，夫人啊，你可知闭门家中坐，无从贴上来？杨继康乃是不祥之人，怎可轻易留在府中？啥？哦，亲家上门不祥之人，累他发着，出府门。哎呀呀呀呀呀！我说老爷呀，侬此番与普渡山回来，他不传信在，何以见得？那良心跌落，被牙狗吃脱在。你真是气死我了！哎呀，老爷呀！老爷声望发中听，怎么亲家不相生？当初是侬个同窗女，同你那个为官业余臣，常来常往常相见，上了个儿女配成婚。
成家一家人，如今亲家早在心，千里迢迢找上门，只要人穷志不断，哎呀，皇帝养育曹阿亲。来相亲家我做主，侬怪你只是为何因？老爷侬要仔细猜，仔细猜呐！切莫做落情不人的事的人啊！你千万不说嘴呀，老爷。哎呀，夫人，是老夫心疼，也不错难报应我是伤心，留他变身无当贼，大贼念想。要灭完美，弟弟想想办法吧，不容拒了。亲家，舅父，来好的，想不到我死错的情，夫人碎了。真是苦涩亲家噻！哎，老头子啊，难道没办法可想？办法？哎，哦，办法倒是有一个。哎呦，侬快说，侬快亲家的大女婿已被念相国为义父，我被亲家先去找他想想办法。不，我绝不去拿甚至嘱咐衣冠尽瘁的玉子玉。陈年兄，告辞。有父，有父，有父。哪来的
我怎能低头下拜不连城？我怎能去也不是就原谅？叫夫人与翠玉当起精神往外小女儿爱深刻的我心要不总得有青天伴侣，何必在夜家？生离死别，要不贴心。男子不能相送，不能相送，毕竟当看见要生是非个。亲家，亲家，夫人，三不良女子接亲家做短转。哎，亲家你，爹母亲母亲已经治愈了。夫人，你个死了！
醒醒，姑娘醒醒！嫂嫂开门，嫂嫂开门。二弟，这是讲堂嘞。哎，老爷，父神。老爷，啊，翠玉，老爷夫人在哪里呀？在神王庙。神王庙。啊，二弟，你叫他去好好照顾他，为嫂去去随来。哎。哎，嫂嫂，嫂嫂，他怎么去了？这叫我怎么办呢？哦，姑娘，你喝姜汤。姑娘，你喝姜汤。姑娘，你喝姜汤。你，哎，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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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姑娘，姑娘，醒醒！姑娘，啊，你是谁？姑娘，什么地方？姑娘，姑娘这暖肚汤，这里是暖情成为最家长，只为我兄长官讨福音信，宋少明当庭进报上街呀半路上见你昏昏到谁的
曾经的冰雪满地说疯狂，看昨日夫人经过相救你，顾不得男女之间与大方。这草房是我嫂嫂的孙子，9年来与他做伴一副房。姑娘啊，不知你何故落了难，不知你飘泊去何方？曾往庙里何生财，上你多银为哪桩？可愿与我仔细讲，不要悲伤泪汪汪。姑娘一定深怀你只管披上我嫂嫂这旧衣黑忠良，老爷下葬为民后，妻不生受凄凉，是个女孩。夫
上走银龙，稍稍扬三寸。三小姐，三姑娘，小姐，姑娘，哦，我还是扶她到嫂嫂房中歇歇一会。彩云，彩云，彩云，彩云。夫人，我们到哪边去看看最好啊？老爷，彩云她不知去向了。彩云，老爷，天外地东，路遇灾险。夫人，夫人，我不是已死了？夫人，我冤罪未深，恶罪未报，我还不想死你。天不地动，风不死，落难生。我心中还有一点乱空魂。好彩云，且陶醉成曲新闻，乱情成为。也献希望与三层，一个个亲生女儿都靠不住，真去靠背我实在的不孝顺啊！你此心放下与我用。夫人，夫人，夫人，是谁？是谁？弟弟，母亲是谁？好像是三层。三层，弟弟，母亲，三层，弟弟，三层。母亲，不，母亲不。
家，请弟弟母亲进去自下。快来暖暖身子。二弟，快来见过我弟弟母亲。侄儿就是龙拜的杨家伯父伯母，这少礼。才与婚到这些地，多亏恩公相聚。多谢恩公。嫂嫂，饭已烧好，请伯父伯母用膳去吧。弟弟母亲，请。嗨。三层开门。建成那个地名金榜儿，要做聂松小门生，不当门生不归主，对靠聂松把官生。年送小门生。
做了妾身心安。娘子，你来看。这俊逸，官人，你对抗他老早了。娘子，你怎能不忠不孝，轻车不哎呀，分？娘子，得好哦！不知岳父岳母驾到，小婿大礼参拜。你快回得三寸的份话。岳父，小婿为了这颗金银，死去百年送走了门生，只为我。想不到你也是个口是心非、却也无事之徒。岳父，娘子，冤家，你是要夫妻到老，这俊逸连就与我跑掉。哎呀，娘子，慢来，岳父啊，你讲，岳父啊。我将小婿来错怪，且听银龙途经回。那年送后不扬名把君名，多少个忠贞良将传朝黑。岳父你梦远挑拨富家贵，寄生手王朝却在更苦银龙我早已立下自坚子，怎能把一片丹心化成灰？想朝廷开口去死为去谁？那年送王都茅庐总别谁？多少虎穴真慈黑，为此黑我将计就计巧美，本门虽把相不背，其余老者见往来，此妙计我怎恨把年送当？你把他当了，当得好！他当我心不自胜思虐，保我妾身为情爱，遥远金银插进来，一路上地府四方查奸党，掌握年成的套天才。听也是苍天最本几番岁，
夫一时兴起，错怪也细了。不妨不妨，三姑爷，彩云，多亏你照顾儿老。兄长，娘子哪里？娘子先来一步，是被人来治理呀。神职做父的衣冠禽兽，谁是你的娘子？哎呀，娘子啊！玄王哦，岳父岳母在上，小婿大礼拜作首大。你为玉里来接我？哎呀，娘子，听我美言几句，就是被人得罪而老，事故未悔，今日得来登门谢人。谁听你的花言巧语？出去！娘子。谁是你的娘子？三姑爷，三小姐到，快快
有请。自年冬去结乡，百民同庆。设法令征草纲，古派用兵。为父节约父母，共生死理。叶姓女儿请来。三妹夫，大忌。我好苦接他进破杯的令人催心。大姐，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三妹夫，据你崇拜，这一贯精髓于子云。于子云，你这之所谓情理难容。来人呐，在。将这个负荆负义、去也负世之徒贯彻府门，永远不忍进门。是。哎呀，岳母，岳母，娘子。禀老爷夫人，杭州陈老爷见驾到府。哦，请假来了，看看有请。是，有请。请假到来有什原因？哪里？拜见拜见有请。叶姓女儿请来。拜见报公。麻了。我是曾请假到此，有要事啊。哦，我是专程来为亲家办寿呀。想当年老朽飘零四方，夫人随侣，今日趁亲家得地上门作寿，老夫我滚道惭愧呀！亲家公，亲家母，我个老头子啊，是没面孔来拜寿。今朝啊，是我硬拉伊来赔礼道歉亲家，当年老朽畏惧见到，冷淡了为亲家多多有罪，多多有罪。看在亲家母的份上嘛，不管。你我还是要好亲家，应当要好，应当要好过。请二位亲家到花厅用茶。好，夫人，请。居民啊，居民啊！哎呀，老夫人居民啊！先生，你要做什么？我要我太上眼睛。先生是谁？哎呀，母亲，见
笔势力讽刺我隐入埋伏，我要我踩上眼睛。先生，你该保持吵闹柔道。对，我们是来为岳母办事的。谁是你的岳母？母亲，谁是你的母亲？哎呀，弟弟，我是你亲生女儿，我是你亲生女儿呀！谁是你的弟弟？你给我滚！我不准，5个女儿都来办事，为什么偏偏要捉准我？你们不杀我女儿，我死也不准，我死也不准！气死我了！新姑爷、新小姐为夫，你的先生来了，夸夸有请。女儿起来，谢岳父岳母。母亲，好了，先生，你来看看，我有这个孝顺女儿，生你8倍。哎呀，血死我了，血死我了！啊，夫人，气死我了！父亲，不要生气了。雷神呐，只要开眼。